我是来自非洲索马里的穆哈，现就读于贵州公众艺术技术学院，学汉语言文学专业。我喜欢中国的美，毕节于我而言，它美在4个字。第一是朋友美。刚来中国的时候，尽管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，但是遇到我的每个人都会很热心地帮助我。比如一次我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，收银员听不到我在说什么，但是我很着急，我跟他打手势比划还是没用，偏偏一个善良的女孩子就很热心地告诉我怎么用中文表达。待在这里的时候，让我收获了很多朋友。与其说他们是我的朋友，只是更像我在中国的家人。二是汉字与方言的美。说实话，中国汉字真的很具魅力，但也确实很难学。比如单句一句我想过的生活就把我弄懵了。还有中国语言里的儿、化音、鼻音、偏音，意思都异，故事词等都让我学得很苦恼。还有中国很大，每个省份都有他们各自的方言，而每个地方又有各自不同的语言。我听过的就有浙江、贵州、四川和广东等方言。最后，虽然中国汉字很难学，方言也很难听懂，但就令我深深着迷，因为他们的美是我无法速等与拒绝的。第三是风景美。来中国后，我住过北京、故宫、万里长城、天安门广场、广州小西腰、上海东方明珠塔，还有杭州苏堤、端酒、山水、山川音乐，走过很多地方，也认识了很多的人。来贵州后，也住过美丽的济京东、北丽杜庄、遵义会稽等绝音中讲到的最多的就是声，真正的是声美、学美、人更美。第四是中国的发展美。我感受到了中国新4大发明：高铁、支付宝、共享单车、广告，给生活带来便捷。还有中国锐意改革，力出钱，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的进步思维，一定会给中国带来更好的发展。我喜欢中国，喜欢这里的人，无和金真诚的表白美丽的中国，我爱你，谢谢大家。